觀眾朋友，今日個項目歡迎收看福起來，係阿明哥劉浩明。你今日有請到來賓，其實係我哋福起來的算是老朋友啦，但是以個人強哦，以個人強嘅時節，如已經為自家寫歌嘅吼，自家彈吉他、自家唱歌嘅同時嘛，所以伊的創作型呢，我哋客家嘅歌手。李彥鳳來到我哋現場，而來到我哋現場以後，伊要同我哋分享講，伊最新作為伊的算是數位單曲吼，以及自家嘅路，同時伊也今年因為對推動西戲我哋嘅視譜嚟讀大學嘅吼，但係有啲新嘅大學都係要學到某東西，還是睇視譜其實佢好教導。我哋馬上歡迎李彥鳳來到我哋現場，彥鳳好，主持人好，大家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李彥鳳，來自屏東嘅竹田。彥鳳，我頭先已經有講到講，以前睇推動讀大學嘛，錯，我記得使到視譜誒，有過快樂冇？呢個叫呢，因為係對大學2年生就睇視譜讀書嘅，我唔知啦，就東方戲，咁啊嘅，因為係睇討厭嘛，啊後來去台北嗰圈，因為係就睇離高鐵站、火車站都嗰圈，差唔多15分鐘去奧多拜，嗰時候去台北就嗰圈。坐高鐵嗰架，20分鐘就到誒，嗰便宜，因為係學生票。嗰陣就不是迷藏夜去台北看表演啦，迷藏夜看兩場吧，一下迄個是啊女巫店啊的我啊，那一邊有表演就過去看。其實我認為講，伊啲算是用音樂嚟創作嘅人來講，話其實看表演係件事情係最重要嘅吼。但是講你喺表演地步可以看到幾多前輩，而且個形容嚟去展現到而且個音樂嘅本色。我都講，而形容嚟去安排伊啲表演俾他個人看。你喺台灣看到嘅演唱會地步，有印象幾深嘛？嗰度唔講係上一講一層咪係去日本以前係看咗兩場。按到振興，佢係來自中國嘅歌手啦，伊來台北同高雄開2場喺度戲。因為振興算係我對高中開始就幾好嘅歌手，因為佢體重轉型到忽然有一天我離開了台北，就係提講佢對中國過來台灣讀書，啊寫幾道有關台北嘅歌曲，對台北開始唱過去嘅家鄉。嗰時候佢體重轉型地步咧就有台北嘅聲音，後來就。跟着這個故事線嘛，回到萬有講一個就是從台北講到整座島嶼，來咱講到北京，咱講到佢嘅家鄉揚州。嗰時候係想用做전시嘅歌唱當中，連一條彈歌嘅人，這些算游子嘛，因為佢去各遠嘅地方讀書嘛，就我算是也去遠地方讀書，但是也沒有多遠那樣子。可是就是會有個共鳴，萬有佢提佢嘅歌曲地位，跟住跟住高中時談到佢嘅。開往3重的慢車，嚟歌曲地位，就有講到歸到台北的地名，民權西路啊、羅斯福路。去台北以後看到民權西路，覺得好酷哦！那對歌曲地位，就是我覺得唐也都有創作歌手嘅歌曲，就會有種這樣子做專輯的方式，讓更多人有共鳴。然後唐以後就想到，這不單純的是一個無聊的音樂，你可以在他的音樂裡面旅遊的感覺。過程中下歌可能就會有一種。比較特別的心境，所以看佢哋表演咩係強嘅，因為佢發最新的專輯，我對於高中都幾好奇嘛，嗰時候留台灣2場嚟看，所以這算是一個忠誠度的那種感覺。因為你自家本身嘛，係算是一個創作型的歌手，好，人家嘅歌曲以前都大部分都講對自家嘅主題嘅範圍。好做主題，譬如講以前畢業嘅時節，吼，你希望講睇下可能畢業以後，可能如果項目向我錄，好，然後都開始鼓勵自家同學嘛，鼓勵自家，好，其實行業型嘅。嗰種唔幾時寫嘅歌，算是歌曲嚟講啊吧，好，其實都大部分主題睇自家成發嘅主題，好，用主題嘅一種算是靈感嚟講，吼，嘛好想法嘛講，吼，係落做一啲算是歌曲嘅開始發想嘅一個地步，唔會想講唔也要歌嘅下一擺。會有用嘅影響力嗎？我覺得，講影響力可能有點太，因為我做冇辦法講，因為其實吼，像你這個學弟學妹，譬如講去年你這個去攀了3場嘛，有一場其實攰到人家要做結果時候，其實對人家學弟學妹來講，伊嘛係看到你長大，對嘛係看到你長大，可是可能人家個對伊等來講。會慢慢的有一些影響力的。我覺得影響力這個算有誒，但是我講到，因為從我下個月我被衝過嘛，還有一件可能係睇好搞嘅用嘅啊，或者電腦被衝過嘅用嘅。其實我覺得影響力不是指說
我变得多有名或是怎么样，而是我跟人做嘅事情，我原来看喺人哋去空間，喺人哋查某嗰度寫，唔講係安尼佢有很有勇氣、很有心的去做這些事情，我覺得這算是一種影響力。因為其實係發行嘅相當一條嘅時間過來，同大家打嘴鼓嘛，就講其實做這張專輯不是為了就是要變紅變怎麼樣，而是說我睇18歲時做一種合適，以後呢大家看到我18歲我也可以做出不一樣的事情。你可能喜歡畫畫，那我用自己的能力，我可以出一張畫冊，辦一個畫展，就一有事情都係做得做誒，它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事情。所以我覺得我做這件事情的影響力，就是在於說我希望佢哋睇埋個演衰，唔管係18歲、20歲，我想要辦一個演出，我想要做一件事情，你只要認真的去做，然後一定會有支持你的人。我說我睇演唱會嘅時間，禮拜結束我就講。很感謝你們到場支持我。那等到你們需要我支持的時候，我也會在背後很用力的支持你們。這是一個雙向的一個能量，我覺得這是相互碰撞出來的影響力。對，你講，係咪講？你這個其實一次同人講，這個冇本這個要寫書團，比你講漢字團。好，唔好講，我哋18歲，我就一定要先把做乜個事情，譬如說選讀書啦，好，能去做乜事情。你而家有想要做嘅事情，有好做嘅事情，有。算是用功的去做，努力的去做，然後上海開演唱會。雖然講沒講過太好，雖然講沒講過好，但是至少我有慢慢會有談到人嘅眼光嘅人，會聽人嘅故事嘅人，我同時可能我本感通嘅人，我聽下來，算是我哋都聽下。這是一個記錄啊，因為可能一條歌曲對於人來講，他們可能不會每天聽，但是我就是偶爾會聽到說，怎麼這首歌突然點擊率出來了，或是哪一個人突然分享，就有一條歌曲就有幾點用得到的時候，對，還是他們想我了之類的，就是他們就是點開來聽，就他們就會想到可能那個夜晚我說了什麼話，或者想起我可能曾經帶給他們什麼樣的影響，知道吧？嗰個音樂本身啊，因為其實你看一開始嘅時間都係吉他嘛，後來我記得講譬如 Q 年嘅時間都開始講，你這個開始用一些音效去做編曲，沒錯。咁而家看係咧按完整的嗰種表演以後，你這個我因為講晚上我在幹嘛東西？我覺得因為談歸都該獨立音樂的創作的，所以我覺得音樂性這件事情是要慢慢的去創造出來的，因為可能一首歌詞曲很重要，但是你在要如何讓這首歌更有音樂性，更加襯托出你想表達的故事來講，其實從亞拜發行嘅幾千個錄碟杯，因為將條歌曲其實我對49歲寫嘅哦，因為條歌曲咧係2022年嘅時間有兩個比賽嘛，第一個係全球旅行樂台賽有入複賽，但沒有入決賽，一直到那一年的10月份，我喺比頭嘅客家旅行樂比賽得到第1名。能有給發行這個單曲的機會，咩係對其實開始係同人嘅提琴手瑞斌強下合作。嗰時候我還想講，這首歌經過了從4月最開始的創作，一直到去年才慢慢的把它製作出來。從暑假開始，我們就在討論編曲，然後一直到後邊錄音，佢嘅完整嘅時間其實過了很久。可是它現在出來的樣子是我沒有想過的，因為一條歌曲其實它的詞曲是。相較於我之前的創作，我覺得是一個分水嶺。故事那條歌曲，做出來一個時期，它整個編曲的樣子就更完整。我覺得這就是我更就是可能就是我會想說，我還沒認識過我的朋友，我會想要拿出這首歌給他聽的那種感覺。故事也係一個算是我的分水嶺的作品，所以可以在今年初發行一條夠完整的歌。其實溝通已經彈過了啦，因為每一拜去表演一定會創造一條歌曲。故事。它就是一個，我覺得現在是更趨向於我編曲的部分有更精進的感覺。係冇唔錯，因為其實一條歌彈紅來，真係都感覺到，安尼我曲本身來講吧，其實夠完整嘅。所以我就，那我想我每個問題講，有這個想講講，未來可能變成一個樂團。像因為 Q 人係請人去比賽嘛，應該請6個人啊，包括我6個人。錯，嗰時候我要照顧他們起居，因為感覺用慢哦，感覺6個人，一個是在花蓮讀書，一個在苗栗讀書，一個在屏東的貝斯老師，2個人學校學長，還算好控制。你就想講，我們比賽前一天才練團哦，比賽前2天練團，比賽前一天彩排，
给3年我就说，那我就是帮他们处理好，所以你们要坐几点的车来啊？那你们开始吃饭啊？这个我请你们吃啊。练完团会不会渴啊？去 Seven 买什么东西？就全部嘅事情保护好嘛。因为今年对案件送来天数，所以就是会想说，就这些事情你要打理好。所以那3天我是很紧绷的，因为我不想要让他们觉得说，因为我没有给他们费用。就是我没有说，你们这个表演有多少钱，什么事我没有讲。但是那有团工，就是我会请你们吃饭，然后交通我会负责。再叫你后来我们再来分说这个钱要怎么分。所以这些事情，因为我都自己来嘛，我说其实乐团整体就是你要用到大家都开心的话，我可以呀。错。可是等于讲，咁侬有乐团的话，你同时要有的经纪人啦。错，但是我又很喜欢自己来这样子。可是观众朋友谈到近間，我發現到講，亦都係很樣嘅一條歌咯。休息下哦，我哋下一段嘅時間，我哋眼房如果創一條自己嘅路，我哋馬上過來哦。後生年，無嘛嘅好景，就走吧，走吧，走吧。現在為了呀，看到長長嘅花。唱到滿眼嘅歌聲，聽遍嘅全部靠愛天下。半夜嘅風擦針，佢衝天歌，行到歸去嘅路，輕鬆嘅腳步。一起行嘅路，係佢嘅幸福。翻過來，復起來，日文談到係來自我哋屏東竹田嘅客家創作型歌手李彥鳳嘅新歌《自己嘅路》。咁我想問下彥鳳嗬，因為其實也會歌嘅彈風來斷，以前嘅歌有一些冇共樣嘅地方，都講也會講以前嘅歌嗬，大部分都自家嘅國土，可是而家嘅國土已經慢慢的篩出去嘅。其實這條歌曲我們係自家嘅國土，不是只是我用第三人稱寫。嘿。有蠻講到，因為其實我對條白路也從福建來嘛。其實高中以前，我覺得人生是很順遂的。就講因為可能就睇好搞嘛，可能都是某個厲害啦。不過我可能搞社團啊，把好搞嘅現場，還是我去比什麼比賽，我覺得好順利哦，這樣子。還有想講，我們下一條歌曲其實就是某一天很臨時在晚上洗澡的時候想到了旋律。我就想講，雖然是後悔的，但是我也去想一下，為什麼當初會想要選擇來推動跟演音，佢想講其實每一個現在都某一個聽抽啦，就是沒有一個絕對。我覺得這樣子，選擇的過程當中，因為人生可能現太後一件事情已經是很小很小的事情，面對整個人生來看，我係想講，唔管以後睇哪一位啦，係愛讀到哪個現場啊，想講這都是一個過程，所以這首歌裡面。開頭唱的一首，剛剛我開頭唱的第一句就是《後生年我們嘅後講》嘛，就變成是我去年巡演的主題，那也是我想要告訴自己跟所有年輕人的話，就覺得我們還這麼年輕，所以現在這些事情都是很小很小的事情。嗰種講嘅自己嘅路，係講T上面嘅角度來對自己講，其實還是唔自己本身。錯，嗰首歌詞裡邊的彩蛋就是。剛條前唱到後邊係講其實家家路係佢嘅幸福，是他的幸福。最尾佢係其實家家路用嘅照顧，用你的照顧，就是謝謝。就聽這首歌的人是，他這條路，就是我的這條路是所有人的照顧，謝謝你們的照顧。
从那条歌还算是数位单曲嘛？错。但其实上传以后啊，它可以谈到一种反应很有。我记得有一个人在我的街声下面留言说，很像走在夕阳的稻田，看那个夕阳余晖的感觉。错，不错，一个编曲是很明亮的啦，我觉得。应该讲，你要歌一出以来就有嗰种。能够乡村感啊，因为对我来讲吧，因为我宿舍唔贵叫嘛，如果一路人嘅生长环境，满些时间都清晰。可是，其实会把自家嘅环境带入人过嘅地方，其实係归正常嘅。但是我嘛应该讲归很高兴啦，归挑你这个还一直保留了这一部分的元素，甚至是。变成公园的特色，变成睇地方係，比如講，然後歌曲地方有一部分呢算是温暖吧，錯，是来自于你的家庭、你的家乡给你的那种影响特质，对。其实就會跟人就講，就是聽到我聲音就覺得很温暖。那我覺得這是對，也是環境造成，也是因為我覺得我一路上遇到太多的好人了，對，就是你看。從些督導嘅同學啊、先生啊，還有大家福氣類嘅大家，去表演的時候認識的人，我覺得都太善良了。就是我覺得這世界對我太好了，這樣子。過上還想講這麼好的一個循環，我覺得我就是繼續的傳遞下去啊。對啊。可是如變成講，人哋各位一出一來，如加上人哋歌上啦，好，人哋歌上共鳴腔、歌貼配，如就變成講，唐鳳的歌曲是整個就是很溫暖，然後再加上人家。今天也穿得很温，很温暖，嘿，就变成个一个很温暖的大男孩，冲出一条带一段所以说我能够乡村特色的一条歌诶。嗰時我頭問講，從談到一啲題對一啲中國的人歌手來講，我哋其實另外一啲反映世界地方，其實有一個嘅地方其實有幾多嘅嗰種人講反思吧。他的歌也好温暖哦。嘿，對，但是也個温暖同樣温暖係無窮嘅，也温暖有一些，按樣講無盡啊，無盡嘅温暖，也温暖係嗰種佢載體嘅温暖嘅嗰種感覺。可是我都想講，從唔知道會好一條也嘅歌數，我可以理解得到，但是對也嘅創作地位，你這個學到某個東西，可是其實係我意思頭到意思就想我同門呢，因為一條歌都上頭講算是一啲分水嶺，因為佢下歌一個認真，就是它的詞曲的編排是很認真的，因為我覺得我寫歌很隨便，就是，有冇講？因為佢下歌嘅時間就會很自然的寫出來，但是當然也不是隨便，但是我就覺得他很揣摩他用的字句，一條歌曲其實是我的作品裡面聽起來算是比較特別的、比較去琢磨的一首歌，但我也不是刻意，就是自然而然就出來了，然後真的剛好有這件事情。嗰時我想講，我現在寫歌就會比較認真一點去琢磨我想要放的話，來衝個曲調，來用個和弦。其實這就是真的是。就是創作到後面都是這些細節的東西。我是因為都真的經驗啦。其實你講慢些時間，能用琢磨咯。可能有啲嗰度大如冇按什麼時間，冇辦法琢磨。就是用真誠取勝。真誠，你想講乜話都不用去地步，你冇辦法去選擇一個押韻的字，因為如冇按多字。翻字典。你看現在下過來翻字典了。對啊。可是但是其他一類一來談多多事情嘛，一來多談過歌，一來多時間，你會發現到，你個歌地方，像有啲押韻就冇押到一個很奇怪的韻，錯，就是多好長的韻啊。其實就會真嘅就看那事情角度你說聲音角度所以你看事情的角度，你可能之前在某一個樂句上，你不會想要用這個詞來形容這個心情，但是現在就覺得，可能像什麼流浪啊，我覺得流浪這個詞就很美，有沒有？最近寫一些歌有關流浪這樣子，對，不是因為我在流浪。但是我有點問題咯，因為其實我哋地講後來有一考，我哋是我哋行業算是檢定嘛哈。中高級就是為了要轉學啦。是為了轉學。因為我是以前我以為講，其實佢中國我哋，譬如講我哋從頭講我哋唔會講客話，但是其實我哋有時候我以為我哋講客話唔正，唔美。可是我有時候有問過，咁唔用嚟學客話嘛？我只是會建議人去考
行业认证，因为什么？伊天有数。哦，跟树底不会整理对，有有树底其实喺线上阵整理嘅几多东西，譬如讲，以为做阵沙飞嘅用法啦，哈，沙飞语词啦，的身体啦，某东西。其实我发现基本有的词其实喺我哋鬼少用，唔係講言不存在，只是我哋平常用嘅鐵牙，你講。真嘅，我哋用嘅法唔係講鬼講，但是伊嘅地方有幾多鬼講嘅詞呢？其實我有想到我去年去比演唱旅行講台中嘅歌曲。其實我得到佳作啦，跟住嘅歌台嘅比賽，其實我冇想到會得獎哦。我有想過我會入圍，我想說這個應該會入圍，唔過我冇想到會得獎。其實我看到悠悠呀呀，我就覺得有冇談過悠悠呀呀嘅意思？我覺得這個詞是。可是問題係悠悠呀呀唔得談落呀。就從細就談到呢。媽媽冇都拿破媽，你依都你悠悠呀呀什麼？我同我阿婆講，唔過歸當然冇談過。為什麼呀個詞就歸定一下很有趣？可是。有呀呀一條歌曲，他媽在串流找不到啦，我應該近期會發，對，後面可以期待一下。不過喺街聲彈喺度，然後我要先從個比賽嘅樣片要睇下 YouTube 前喺度。不過一條歌曲真嘅，它出現得很突然，因為都問講哦，因為去年我睇準備寫順飛嘅時間，香港人寫順飛嘅時間，本期嘅功課就會寫5條嘅成功，一個其中一條。其實就係一個顯例係睇 Q， 就係頭先講到去比嘅。提一個全球旅行，然後台中在練團的時候 ，jam 原來在搞啊，因為練得很無聊嘛。然後我們這邊他們就在 jam 這樣子，然後我就在那邊唱，然後我就記得了這個旋律。這麼講到悠悠呀呀，嘿，後來就這個詞就是一直在我生活當中嘛。然後我就想到這句歌詞，很多慢音悠悠呀呀，勾一聲音，然後我就覺得很有趣然後我就把這首歌整個寫完，然後就是在講，我覺得現在這個大家都在斜槓的時代，然後，可能我哋一條創作嘅人、搞音樂嘅人，可能會被老一輩人覺得，你們按悠悠呀呀呢，對嗎？還是你就是不你沒有當老師、當律師、當醫生，覺得你好像人生就是在悠悠呀呀。可是我就覺得說，在我們現在的年輕人心裡，我覺得，因為那個職業太多元了，就是你可以活下去的，你可以活下去的那個什麼。方法太多了，對，所以我覺得你只要好好的有在過你的人生，有你自己的目標，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好的。故事一條狗 Q 我就很榮幸的覺得，評審剛好也喜歡，我自己也很喜歡。我覺得這就是一個，算是我一個去年創作一個突破。所以對台語上來講嘅話，如果到工作一定可能嘅時台根本唔掂。錯啊！我唔想。像是你跟他說你在當社群小編，他說嘿嘛嗨嘛嘅啊，因為吃了飽嘛，你嗰種感覺。對啊，說到底也是關心啦。對。嗰所以啲客家歌曲唔單止講可以帶出自己嘅心情，嘛可以帶到幾多客家文化嘅地方。首先下一段我哋買嗰度嗰精彩故事。愛上，愛有點想，該爛事也最快樂。慢年悠悠呀呀，高一聲音，當然高一什麼辦事，人生有愛過到安養心，傾線有人找得強化歸依，有人找得難等水到天公。小小面對一個人生發嘅故事。哇！我哋今日談到係藝人嘅屏東嘅，算是客家嘅創作型嘅歌手，演放同埋帶來嘅悠悠呀呀。其實吼，阿明哥一直過羨慕嗰種可以把算是神法地步嘅事情帶歌曲地步嘅。我從來冇想過，頭到嘅最過癮嘅地方係你。拿破的聲音，你要彈出嚟嘅歌詞係咪？係啊，我都想講，咩我講要彈出嚟歌詞係咪嘅嘛？我要講唔知個冇搖搖呀呀，嗰係什麼嚇？我講最過癮嘅幾句。幾句我冇彈過前出。幾句係講，前先永遠走在強下跪去，永遠走在南頂，永遠走在南頂睡到天公夜。對，就是他在講說，就是我在設想有一個人，就是他可能。
没有，就是没有什么事情做，所谓的没有事情做，被大家觉得没有事情做，然后很多年过去之后，就是什么都没有，怎么会过这么辛苦？然后他会羡慕有人可以一起回家，有人他羡慕有人可以抱着睡到早上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然后最后就说。总得小小的面对一个人生发的故事，可以小小面对一个人生活的孤单。它是一个很矛盾的一首歌，然后其实就是因为很多歌都这样讲不出一个所以然，然后全部讲出来也蛮无趣的，所以我最后只是给他一个注解，是说大家只要找到一个生活目标就好。可是问题，你做一条国味时间，你这个你从一点来咯，算是一个劝世吗？没有，还是说是一个自己的想法？没有，我真的没有什么立场，我还真的没有什么立场。因为你那按你讲的时候，等于你讲唔啱唔係重視，唔啱唔係歌曲嘅重視，好唔啱唔係歌曲嘅啲聲音。係啊，好，你講唔是說你從一點來，我如果從那個剛還沒勸世歌的，你講也沒有到很勸世，我覺得就是那麼下個有點就按用啊，就下出來一個歸後堂啊，也是有一個趣味在。但是總會有這樣的一個人在世界當中，就是有就有，沒有就沒差。但是也係人理想嗎？哈？也係一種人的理想沒？還是說，其實你借由這樣子的一個描述，其實你在講的是講，哎，其實也係一種神法的形態。哦，對，冇話唔錯。哎，錯，對，係個意思啊。嗰時候後來，其實就是有擺上節目的時候，就會給主持人講，好像是應該就講課的主持人，他說用馬貴用來給詞下鈎，因為他是比較老一輩的主持人，他說這個詞對老一輩人來說是一個不好的詞。我在當下想說，其實就是像孝明哥講那樣子，就是沒有什麼是錯的，對，它就是一個生活的形態。因為講到也要詞本身，因為講我哋客家嘅詞本身嚇，因為其實我哋上傳節目時間有講到講，其實我會鼓勵有啲人可以用我哋行業嘅甘甜嘅書嚇，可以學。嗰度算是係等嗰古老嗰做一些人會用嘅法，但是也用嘅法地位，你係唔係就對也意思用？譬如講我以前有啲朋友佢講點樣的壓上壓下，其實壓上壓下以前嘛我講個負面的一個想法，講讓你如果你有壓差唔多啦，有壓你講孤魂野鬼啊那晃來晃去，對。其實慢慢講好，因為嗰個前面有兩句諺語，對，前面講到人要人大咯，佛要人小草，這句話是在講說。人會需要人推一把，然後後來我就想，你有賴打加矮麼？好，就是前面是這樣唱的，後來嘛有用威萬毛對象，最尾就會前頭萬頭殺突到蘭普松，就是我就是在翻那個書了，說，你這個有趣，然後我覺得剛好也就是這首歌。呼應前後呼應那樣子，但是哦，譬如講以前嚟講有也同壓上壓下，可是後來朋友也意思都講，我都係規模限嘅人啊，係錯，我明白有壓上波，也係壓下波，但是而係表示講以規模限，嗰時候有個工作室亂到壓上壓下，哦，等於你講，我哋以前會因為講句負面的詞，其實更加係人講，舊語新解。對，我係一種客家，就是傳承客家文化方法，最主要嚟講，你要去用到一句話。同時用一句話嘅一種想法，你這個又可以有這個解釋。我對我來講啦，我因為講，我開始幫人一提講，以前嘅人可能我做一些人有一樣人講會講嘅客法。超，我就是很喜歡這樣子的說法，所以從維傑老師啊、盛祥老師、舒嬋給下個歌曲就都有一個秘辛，就是有很多的。他們用的詞是聽到就覺得，這些詞是該被保留下來的。對，所以雖然有時候不得已用些詞，可能是華語翻過來，但是就是會有這樣的創作在，也會有這樣的創作在，就是它都是好的，對不對？至少有人願意用這語言寫歌。對，然後只是有些人可能再更用心一點，把這些他日常生活當中有的這些詞寫在歌裡面，我覺得這樣子更好。對啊，你比如像去年的攀的三重的南北的一啲順地演唱會嘛，所以佢三重攀下來，你這個有印象最什麼一個事情？我就覺得，辦的當下就很快，就是真的就馬上就過完了，這樣子。不過，因為屏東創歌時節是辦在我的母校嘛，然後屏東場的主題叫做你是閃耀的星星，跟誰可能。第一檔開始，我有一個環節，就是我邀請每一個來的人，
帮我写一下你觉得你从什么时候开始长大了，然后我就前面贴那个板子上，然后中场的时候我就跟大家分享，大家写了什么这样子，然后这也是偷别人的梗啊，去看别人演唱会他们这样做，我觉得很有趣这样子。然后因为我要扣回来我的主题是在讲说，我觉得长大这件事情，因为后上瘾就会给对声音的对后上瘾的歌唱，或者说我想要知道大家是怎么长大的，然后再扣回来主题说，我想要告诉你们，不管在什么年纪。你们有没有长大，或是甚至你觉得你昨天才长大？有人说他觉得他还没长大，他觉得他昨天才长大，或者是被谁背叛了觉得长大。那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这些事情促使你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那就是不管在何时你经历到什么样的磨难，或是你边州用板，就是我觉得就是扣怀想要你是一颗闪耀的星星这件事情，就是希望你在。什么时候都可以为自己绽放光芒，然后不要被这些烂事击倒，就是为自己发光这样子。我说这场演出算是对我来讲也蛮重要的，但我觉得还是很喜欢在卡夫卡啦，在海边的卡夫卡唱歌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你有够浪漫，除非说一个你想要去达到的殿堂之外。对，因为他在海边，然后再加上因为就这么刚好，我有一首歌，这次巡演有一首歌叫做《风对我说》，然后里面就是在讲说，风对我说这首歌是希望说，在写好久不见的朋友，明白后一封吹过落嘅事情，就都得有唔幾片嘅小事这样子。所以屏东高雄场也有自己相对应的明信片嘛，然后高雄场的主题叫做海风会吹来你的消息，也可以狗屎黑了一次振兴的一条狗可能都告别的练习。所以我觉得就是一环扣着一环。然后我觉得刚好在海边，然后刚好又是这样子一个主轴，所以这场演出的主题曲就是《风对我说》。过时候就是每一场演出都有自己相对应的主题跟主题曲，所以我觉得这是办巡演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对。對於嗰度20人生意來講嘛，譬如講你見緊已經都有啲新嘅學校嘛，然後同學大部分都同人年紀差唔多。但是同樣一啲年紀嘅人，其實伊也要生活得見，你冇得講做過事情。他冇難度哦，可能吧，我也講不出。比賽嘛係嘛吼，經驗嘛係嘛，可能可以審創一啲順費嘅演唱費，要做嗰度即個安排嘛，去嗰度我哋講回饋。好，因為其實而家20人生意可能講啲面書上面嘅叭的想事情吼。我覺得大家都有自己，大家都有這樣眼神太高啦。我覺得我很喜歡聽大家說自己的人生故事。那我觉得我喜欢去听各种各样的想法，也不是说像我这样就好，像他们那样就不好，也不是这样讲。只是我觉得大家有自己的人生的方向的目标，所以我觉得我很庆幸我做了这么多事情，也是很多人的帮忙，各种你也天数嘛。所以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我觉得我也很期待有一天是我当那个要支持他们的角色。因为像我講。因為從頭我語言講，黑化語嘛用，亦都母語的一部分咯，冇乜嘅東西對海外工作有天數嚇。我哋想講冇談過客家創作歌手嘛，因為也等於如果你還會，我說一雙翅膀裡面的一邊。對。什麼？你還是可以從牙反應嘅歌曲，因為不能弄個人常會學嘅嘛。但是你家種嘛有一啲另外一啲語言可以天數，要睇另外一啲地方，甚至發光發熱，甚至比賽，家種節目黑化吧，比如講頭都講嗰度比賽你冇辦法比。錯啊，就認識的人就又更少，所以我覺得，學你創作也一塊很愛。是一個我很珍惜的一個部分，所以我會想要好好的把它，再多做一點。就是來想講，可能等下還用客家話下稿，我會更喜歡去看更多的書，用更多的詞，讓這個本來就是比較傳統的客家話，就像那一條歌有一條歌出來之後，我覺得它會又更讓我去審視一下，我為什麼要用母語寫歌。用勾到更大家平常不會用到的詞彙，這樣子。而且有時候我因為講人強人都唔是有太多的包袱，除非講你剛好完全誤用，對，好，那可以另外一件事情。但是有時候有新的解釋，我市面上面有新的解釋，其實我因為講嗰個，比如講頭都講，而家有賴打嘛，我覺得好啊都，對，覺得很有趣，聽到會為之一亮。我想講，做乜幾百集下來，我會講，而家有賴打。錯，嗰時候我就後來。
就是我们在比赛的中间有一段，就是我问我的那原住民好朋友，有时候人民爱你有赖达加奶吗？然后他就是说，他用主语说有来亚古，我说我这边有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我不要借你，因为你刚刚没有介绍我这样子，因为我刚刚是有介绍乐团那一 part， 人民爱团原住民朋友看他就会这样子，就一个规划搞给一个 part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在我去年的一整年的巡演里面，还有去比赛这件事情，是对我来讲目前一个很棒的经验。咁有想過講同其他嘅花式做結合冇？譬如講華客，好，可能過三首，好，譬如講客源也部分哦，有想過冇？没有想过，但是我觉得是可以做的事情。因为应该朋友其实他没有到很会讲母语，他也是我是说你要不要问一下你家人说，这个怎么讲？我要问你要说我们安排那个桥段，所以我刚刚说这件事情可能他是可以做到，但是我们可能要多花点心思这样子。咁 Vila 呢 ？Vila 有乜嘅計劃？我的 Vila 一个 gay 法就会风对我说这首歌应该要做成单曲吧？对，我这首歌太喜欢了，可能他会有，他现在已经华语版本了，所以我应该会再写一个客语的版本，然后拿去比赛。对，可以說中。那個太好聽啊，我覺得超好。然後今年就是再多點產量吧，因為其實 Q 年對原創結束之後，整個半年我好像都很廢，對，沒有來幹嘛，就一直在表演，然後做電台，然後寫歌的速度變比較慢，但是還是有一些作品啊，就是慢慢的有在前進當中。但是我覺得今年可以再督促自己多一點，因為已經快畢業了，是嗎？這個有的畢業典禮對，就是給自己再多一點 push 吧。我覺得我覺得就是太不逼自己了，對對對。每一年都可以看到演鳳嘅一個成長哦，其實每一年嘛可以睇到演鳳幾好睇嘅各位。我哋當然可以希望講，我哋可以一路睇到我哋演鳳即係可以睇戲嘅演唱地，從此發現自家嘅一個算是歸檔演堂嘅一個算是歌曲。今日感謝我哋演鳳嚟介紹，分享很多按精彩故事。多謝大家，我演鳳，下擺再見。其實下我聽我哋欣賞來強音通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